讲要找大庙。头前有迄个厝啊。哦，好啦好啦。啊，有听到老咧声，应该是迄边。一开始咧，甲阿成咧找路的时阵，就讲爱找到一间大庙关注里内底。阮就一直听到迄音乐声，应该是咧弄鼓的声音吧。阮就对迄声音去，想讲要找关注，结果内底遮侪人着，我们根本就唔知像是关注好无，就一个一个问。阿伯，你是阮的关注遐？关注？会使安尼讲啊？会当安尼讲？敢是？敢是？不是？恁敢有假的？这个答案拢无共。这不是啊，不是这是要啥？上有气的，你看，应该是阮这关的关注。我袂甲你教，就像咧诱拐囡仔。大哥，你有敢阮的关注？应该是吧。应该是。你是不是啦？你这遮久，我点酒酒拢唔讲话。都唔讲话。你们来到这里设置。我们体验的是甲这有关系吗？算这吧。无，这不宋江来的。宋江店。来到阮这啊，应该是爱学者。我就心内想讲，拜托个莫叫阮跳，拜托个莫叫阮跳，结果真正爱学。我就是讲，我就看迄扮相，就知影，迄个蹲马步爱哭甲介低。平时。你若讲困难的所在伫倒位吼，迄我感觉伊是个骹步，爱高弯，爱跳，你手搁爱比。我就安尼啦，大家拢互大家带给大家欢乐。宋江镇是原底古早时代就有啊，清朝时代就有啊，但是后来因为要去迄间庙，经费无够啊，但是迄当阵阮少年人足济，阮庄头迄阵60几户有700几人，哦啊，就遐少年仔讲少少的，哦去共顶头人啊请，啊就趁钱，啊就大家拢无摕薪水的，啊拢甲宋江赚来的钱拢寄付起庙安尼。五梁庙，阮遮原底是叫公厝，啊尾啊要搁起庙的时阵，底啊讲阮遮的地理，阮这四面环山，啊伊讲这山就是五只灵，哦啊所以叫做五梁庙。五梁庙是安尼来。即摆少年啊拢伫外口食头路啊，啊较早有法度人啊人上江，迄当阵是农业社会，大家拢伫厝咧做种树族，啊所以少年啊拢伫厝，啊即摆拢无少年啊伫厝无法度啊。即摆拢像这阿公，你看跳嘛，拢跳袂起来。无较早，阮遮宋江镇是足有名的。这个宋江镇体验了，啊，老师就带阮去一个亭遐，啊，用迄个金蕉的叶啊，缀过来迄个鸡卵，啊，讲这就是以早汤姆森甲迄个马哥因规帮人行来到遮，因为腹肚足枵，所以遮个人就传这鸡卵互因食。是讲，所以是安那汤姆森会经过这个社区，经社区这样。遮一条古道，是汤姆森行过后壁的人咧叫汤姆森古道，迄较早是阮平埔族吼，含六姑老拢，因为阮遮较早含因有通婚，阮拢是大武龙族。哦，大武龙诶。啊，阮遮原底叫枋寮啦，自古早就叫枋寮啊。啊，伫77年，才改金兴社区。啊，阮遮大就是咱平埔族的大武龙95%啦，是伫50几年遐有几户外省的搬入这种树族安尼尔，啊，其他拢是在地人。原来迄两就是较早汤姆森伊咧行这条路线，经过遮的时阵，腹肚枵枵，啊，就一人分一粒卵。迄阵有只卵是介稀罕的呢，所以阮甲阿成吼，就敢若贵宾来互人招待，足感谢。咱咪要行迄个汤姆森的古道嘛，那即马坐这铁牛车啊。啊，因为咱条古道有较长，哦。啊，你的时间我调无够，所以用这甲你载一段。我去到路口遐，咱再甲你行。哦。大根本就无先铁牛车吧？迄敢若，我感觉会当讲做是遮的跑车啦。伊咧走山路有够紧的，啊，我甲阿成伫后壁啊，一直喊，啊，刚才老师的技术介好，阮两个拢免烦恼。有到，就是拢行入溪边，顺溪行到头前，遐有一个瀑布了，再开始上山，开始爬山。咱还袂到就对啊。咱还袂到。
该上山。但是这是规条古道拢是迄个啦，拢是行溪底的。行偌久看恁的体力，啊，等下吼，咱重点，我今日要带恁去找一项足神秘的植物。阮遮较早连外道路拢还袂有的，是拢无咧买萨文啦，还是萨文拢无。拢无。拢是用迄款植物。是迄种咧洗衫。一粒一粒迄嘛，毋是，迄叫做无无患子。啊，咱遮咧用是叫做虾骨。虾骨。虾骨是比无患子较好用。虾骨是倒一族的语言。平埔族。平埔族，打不拢。啊，但是伊的学名叫做金刚霸藤。嘛无。听无？啊，你伫倒位啊？山顶，甲等下咱去，我带恁来。所以等下咱来猜这虾骨。虾骨。好啦好啦，紧出发紧出发。尾啊离开迄个溪谷，要入来山林采迄个虾骨的时阵，一入去哦，规个草发觉有够红的啦。啊，迄阵要入去进前，老师哥一人迄个分一支刀仔互阮，讲等下吼，若要有迄个草啊有树枝挡着，爱开路。啊，若拄着山猪，爱用这刀仔要甲伊车拼。我是感觉这支刀仔若要甲山猪车拼，应该是拼无啥会过。老师啊讲，这若拄着山猪要举这支甲伊车拼，甲拼赢。啊，这应该是较学哦。山猪若无受伤，是看到你伊先走。哦，是哦。啊，伊若是受伤，看到你，伊就甲你攻击。会弄人哦。会咯。那受伤会较歹就对。受伤伊就要跟你拼。哦。伫这条路内底，老师行3步，就会当讲一个植物的名，伊的用途。规粒山袂输的是老师的宝库同款。这条叫做水藤。水藤。以后吼，恁若捌伊，爬山无水的时阵，会当救恁的命。哈？这内底就甘水哦。而且伊的水最好食。就甜的吗？甜的。这有遐多吃？我看起来就淡呢，有水。你给我10。哦，开始在滴水啊！来，会当水。哎呦，会当水啉水藤。好。伊的水最好食。甜的。我迄水食起来甘甜甘甜，有点仔像迄个甘蔗食的味。叫我的脚步行好，看到老师的脚步，要洗一个身躯，哦，伤饿啊！迄个汗爱先流有够济，洗身躯较洗有够本。尾仔好无简单，老师讲虾骨就伫顶悬，顶悬我举头一看，哦，迄无路呢，迄山壁呢，迄安尼用背用裤的，较会当去到顶悬，去到顶悬你搁爱出力去找。就算讲要吹到啊，要甲伊厝落来嘛是无简单呢。要哦，所以你这里 good way。I feel good 。老师你讲为食啊？我给你就好不得。好。就歹出来袂吧？伊这款甜软软，较好扑。哦，软软。所以咱若要洗身躯，就是用中口食，就有法度洗。这安尼有遐多气泡哦！哦，家己要转啊要转啊！啊，问你无食饭哦？哦，好，一条买下来，咱拄这条转来就好。哦，我想讲要一条。好了。哦，老师你若一个就转。老师的老经验啊，无一个就转，我无过来的，可能也袂转。对啊，这就是经验的无共啊。哦。洗衣对啊，刷紧落来。也是用安尼厝恁会敢若较紧咯。啊，毋过你厝落，尻川我的裤可能会破。你确定吗？实在是无介简单的，为了要洗一个身躯，我感觉伤困难啊。我还是去买底裤较紧啊。哦，你安尼换衫裤拢换好啦，准备好啦。咱是准备要来洗身躯啊。准备洗身躯啊，我等下甲下骨剁剁的啊，用我嘴咧啊，你会使洗。哎呀，我安尼切大块啊。起来卤啊！等下啦，啊袂啦，你安尼哎，如果你有背。规个扣起来呢？哦，佮用讲诶。哦，爱真好水。佮这有遐多气泡。有那个讲过来。真诶，弟弟，大一碗水来，大一碗水。少年呢，无介侪人知影，但是后来因为大家有在行这条古道，我有在撮互人看，转来加减甲阮装。这少年的介绍，你也像阮孙啊细汉，我拢有咧甲带伫撮啊吼。因即摆拢知影讲下久要安怎用啊，慢慢甲传承啦，无即摆少年的拢唔知影啦。后生，阮两个敢是头一个伫安尼路边洗裤。答对了。你想哭的人，你感觉阮两个怪怪。阿公这样我等啊。对啊。阿公真毋是阿公诶。是啊。你讲家
阿公本人你讲讲这有打。哦，安尼就凉的呢哦，老人就是爱安尼啊，凉一凉水。老师，这个水，哎，早餐阿公。无啦，我本来想讲这是要安怎洗身躯啊，结果真的有泡安尼一直走出来呢。毋过我倒是讲吼，迄真正虾骨洗起来比菜龟布较冰的，我迄皮规个要流起来啊！阿贤佮有法度摕去露头，有影介厉害？凉吗？凉。迄蒸破了内底有迄纤维，有影像迄菜龟布迄种感觉。安尼撸真正佮有泡呢，迄泡片起来佮清芳，只是讲迄纤维小可粗，好佳在我这老皮袂过风，所以安尼撸佮会堪的。脱了，你感觉讲？你的皮肤嘛，袂讲介干，有诶，你若用地裤洗，你皮肤会涩。啊，下久袂呢，下久洗了就感觉真清气，啊，真轻松安尼。安尼有好喝。对了呀，因为囡仔人袂介油。好，谢谢。阿公，你敢知影？你阿公外口是一个老师呢，互你用到安尼，你知影无？阿公我实在顺走的。你以后大汉爱甲阿公友好哦，知无？唔嘛，好对啊。家己的辛苦家己用。你老啊，我给你撸诶，我也来是啊你撸诶，撸迄囡仔皮，撸诶，哇！老师在提醒嘞吼。我简单嘞，咱都洗身躯洗。老师咱迄个下骨啊、厝啊、身躯嘛洗啊，安尼这关是毋讲应该算是通过啊。通过。你那袂歹，好算吗？好算。后一关。恁后一关要去的所在是伫遮。去美浓的开基八公庙。甲关注做伙解开相片的历史背景之谜。一张相片。安尼咱煞来要来美浓。嘿，老师行遐是嘛。迄个方向。顺这个方向，你一直行出去，好啊到大路啊。安尼咱就来去。好，老师，我先来走，拜拜。拜拜。后盖去来恁当嘿，洗有时间再过来。再会。拜拜。后盖。咱头一盖破关了，洗系啊，身躯溜较相亲。有啦，盖芳啊。台湾面积有70%是选30%是爱，林木土地100%你尊重100%你改。面对山脉直接无人咧好，相比厉害。面对家己体内阁会使翻，因来破关，咱着行一步，听。心内节奏安排家己的速度，沿路有来叶站声，叶窗摇头看天空，前辈开垦这条山路，咱着爱离线水上。摕出美丽相机，沿路翕相，就做沿路的脚车，你嘛是装他们算记录，紧伫记录时代也总比勇气甲勇敢，啥物挑战拢总来亲像中央山脉拆线每一个风台。我心山海准条新一路等待港行到玉山，真无简单，真轻松。海北淡定行到3952公尺高，我会为你而完，这条山路通台湾。台湾是小小这山，通人西北的山路，唔免爬。